过本应冲起路的距离，我又唔系也都是你爱路嘅错，我用本意了解你的明白，我把拜，才冲到心肝爽快，谁且跟硬抢走的顺风气，爱讲遗憾，系爱做嘅理解，嘅爱就讲一声拜拜。你的明白，还讲遗憾，还爱做别改，更爱就讲你傻，拜拜。嗰陣時看已經要復起來，根本嘅係太年初七啦。雖然講大家陸陸續續開講嘅嗬，不過元宵節以前15以前嗬，夜半講夜半哦，之前都可以是新年，在呢邊呢跟大家拜個晚年，我喺這邊祝福大家今年行太運嗬。不過講到啲啊嗬，大家看到嘅暗後看的樣片，我終於等到他們發片了。第一個年前就開始講年代哦，年代要發片，終於發片了。讓我們歡迎我的好朋友吉娜罐子，先歡迎罐子哥。太好，太關的罐子。大家好，我係吉娜。新年好。新年好，哎呦，上很洪亮，知道嗎？有事報。有事報哈。罐子哥要跟大家拜個晚年吧。祝大家新春愉快，新春愉快。哎，我終於拿到熱騰騰的專輯，其實過年前就拿到哈，先恭喜，用啥？好發片，終於發片了。我跟很多喜歡你的樂迷一樣，都很期待。不過剛一開始的影片，一開始的樣片，很馬上做哎。關你做誒，因為愛有心哈，你啲樣片，真係動力哈，啲樣片要本太噶傳遞什麼樣訊息給大家？其實是主要是要介紹我們的專輯的走法啦，很專輯嘅走法，你有蠻雜呀，哦，係啲嘅，然後這樣打開了哎，真的有點難哈，因為它是一個繪本的設計的概念，你也仲專輯，等下真係好詳細就介紹下。好，來藝節目一定要先創歌嘅啊。先創歌好啊。跟我來點一下好嗎？好啊，既然專輯名很多童話放課，跟我就點一下首歌。好，童話放課。係童話放課。然後這位歌要一起放課嗎？哎呀，來 ，dancing 哦。好，好來彈下。好，來童話放課。現在就來。做一個 pose， 準備好你嘅舞步，算到300通數種通法，選擇breaking步，用下漂亮嘅放棄中漫步。放棄中漫步，左一步右一步，後跳舞就腳步，你老愛另一天玩着擺 on 嘅什麼？水彩你跳天的了 grooving， 快樂來跳步，用下跳亮嘅放棄中漫步。放棄中漫步，放棄中發dancing， hey on 用嘅 happy，everybody just say ayo ayo， fun with me， 不是凶東凶西 ，just moving your body， 就讓我用下天 tempo， 繼續跳下去。做一個 pose， 準備好你嘅步步，算到300通數種通法，準備breaking步，用下跳亮嘅放棄中。
做在跳舞诶，真嘅做在跳舞，讲完出来闹热，嘿他安尼客家歌真嘅无腔用，无强用吼。讲我俩我特别都讲。看岸头边亮啥哈，弟弟啊，你刚刚看到样片啊，有很多的回忆啊，还有过去你们努力的一些画面都来了。刚一开始看到样片，单枪亮啥，还有我们其他的成员加入了，对不对？有哪一些乐手加入了？有贝斯、吉他、鼓手，哇。完全是非常黄金阵容，对 full band 咯哈。那当然啦，龙俩总转系有关系嘛哈。来讲了团员一位，龙以前亮啥感觉是单打独斗的感觉是不一样，现在是团队的合作，知道吗哈？还有一开始讲转系的设计比较不一样，对不对？介绍一下。好，俩黑一个插画家叫画本，对，绘本的感觉哦。当初是矮老矮狗哈，之黑本给插画老师，他叫做 J 大苏娟娟老师。哦，给他讲的嘛？唔系，一共他唔是，给之黑唐矮狗，他自己去想象啊。自己有感觉诶，出枪了啊！哦，因为发了暗车嘛。没啦，不能都暗讲，然后呢就开始有了想法，对，然后就开始按照你歌曲里面给他的感觉，对，然后一张一张、一页一页的发出来，对，一条狗一条狗按钮可以，就是自己去发想，就是他没有知道，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歌词在写什么，保梅迪嘛。唔敌，海内唔敌啊，唔敌。那就表示什么？那就表示说，你爱搞一本太改感通，还有想来发面懂不懂？其实很有趣啊，就是说插画老师他们自己去想象，跟我们的就是说作词作曲的去想象的那个是不一样，不一样。我觉得反而让这张专辑的丰富度变高了。我也觉得有打破一些我们对专辑的既定印象。譬如讲，你拿到唱片一听，有相片啦，有嘛该或者是塑胶的 CD 壳，对，不过利亚膜其实它算也环保，对，比较环保。然后有很多可能是我们要表达的意念，还有点不管那歌词，也还讲唱出来本人的画面感，知道这张专辑里面都有本太个暗的感觉。那跟譬如讲你先画了，对不对？那歌后面慢慢来了。那在曲序上面，几个有特别有相讲，一开始你看就童话放课哦，有你得奖的作品啊，还有依法恋啊，还有一开始糖豆样片给马给，你这个曲序上面你有没有特别精心安排过？其实是只有俺去家平常时在弹音乐的习惯。哎呦，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从强开始，然后慢慢进入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然后再渐渐的收尾这样，然后最后有一个 bonus track 嘛，就是最后的一首。就像就像运动用，一开始要暖身，然后中间我们做一些运动，有各种不同的运动，然后有有氧啦，或有肌力训练，然后在运动。哎呀，我只是提醒你有吗？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缓和一下，就像我们听这个专辑有高潮迭起的部分，用啥长夜部分全部哈，词曲，然后编曲，然后以前都用啥听听嘛，吉他或简单的 MIDI， 对不对？练它 full band 的感觉，跟以前有没有什么差很多的地方？老以前哦，这可能要问罐子哥。对，问罐子哥。有还蛮明显的不同，因为都是真实乐器进录音室去录。哦，这一次全部会真给人乐器，去录个出操诶。增加了很多制作的困难度。不过我知道，每做的第一列音乐跟另外一种领域里面学到很多东西，跟以前我们在做音乐的思维模，你们以前做音乐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大有堵到蛮困难的地方吗？困难的地方有，就是对，你要翻译的。可以，对，有听到。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就是原本是可以在自己的地方做制作，但是因为为了要让它的那个水准提升，所以会到比较专业的录音室去，那就会有身体状态的问题。对，什么意思？就是他是说我，他在抱怨我。不是，我觉得是习惯，是。超吗？对，有想是你在一个环境里面，其实待很久，那个叫我们的同温层、舒适层。旧你出来吃到我现在换一个地方，好像不是我能够习惯或掌握的。对，但是你还是克服啦。对，就是尽量啦。然后所以成就了这张专辑。做了多久？
做了多久？就是认真。认真在做。认真。半年差不多。不止，可能将近要1年。哎呦，对，好，你1年的时间啊，做了人专心，还有那个酸甜苦辣，莫这款待会回来。开个世界老火碟天，巴啦啦叭叭，我讲把头讲养爱初上，给头讲我嘅花，有地做本意准做小花，走吧就走吧，就不是来老爱做怕，有钱用慢嘅路，来一步向前，爱行难去，用快又可以摆，用嘅所在行行又停停，相爱不怪故意，嘅营养沙天爱天黑，故所就本起家，咿呀呀都带的梦多。怎么改嘅功课嘅法，一起弄一个思念一样无穷电台，留白嘅梦，本一行啊，就从黑啦来个，我还。也有人也有人呀，直到世界分分秒秒都快樂嘅快意嘅兩條街，就本嘅離開愛嘅世界，想我唔記得，我又唔記得，你講我嘅話你識到，留白嘅一切就不放帶走，未來嘅生活。And never say never again。非常重要放起来，最近呢，泰嘎看泰嘎电视台的戏剧，一听第这个很好看的，明天一起去乐园。不过来的看电视的时间，就像你上样会按熟悉呢，根本的主唱这个团来咯，欢迎吉娜罐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你係健達關嘅樂團，我係吉娜。大家好，还关呢。哎呦，真给上很昂亮哦！听到你的声音，我整个就精神就来了。你还看到这个影片，明天一起去乐园，然后搭配上自己当时去年得奖的歌嘛，《潮客乐》，应该前年了哦。你要按讲哦，前年看专辑现在出了，现在看到这影片的感觉怎么样？现在看到这个影片的感觉，其实好感动，好特别哦。去嘎个狗，然后可以在电视上面跟戏剧一起做结合。嘿，不过来谈到你出曲的还有词，老以前之前老人家没创的这个把灯关上，我妈用好吗？嘿，有做一点点的修正，有哦，为什么？因为制作人其实他是喜欢，他是喜欢这一首歌啦，然后喜欢这个旋律，他希望呈现那种暗黑的感觉，所以他就是很坚持要用这首曲，然后希望我们词做一点微调，简单的微调。给两部戏你有啥看过？这部戏2个人都看过，有看过，真的哈，所以看过之后才改，还是先改，然后给制作人看？刚开始的时候是先去开会，然后聊天，那个制作人有跟我们讲，老矮牛共2故事跟内容还有，然后再去做改变那样子，是没有看过全部，只有一点点的片段，但是有脚本就是。哦，有脚本就，我刚刚我们讲那个哈罐子哥，就是说对一些音乐人来讲，我们自己都在创作嘛，有时候你，譬如说人家要求你改词或改曲或改什么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有一些过不去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你自己有没有当时会不会有这个心理说，我歌已经很好，你干嘛要我改？其实不会耶，因为那个感觉跟他当初那个就是制作人讲的那个故事，我觉得真的蛮契合，就很贴切这样。然后是在所谓的那个就是人称的那个角度上面做一点微调而已。是。那编曲呢？你们自己觉得？
那编曲是我们自己觉得说这样子改变，然后对戏剧来讲会比较有张力。那家做糖的出来，那家用吉娜讲，唔是讲安尼超唔超，讲以前糖豆最原始比赛的版本真的比较力，像抖用它力啦。然后那个爆冲的力量比较高，然后离阿宽豆一样，宽豆天Hika 你们的主题曲之后，我就觉得吉娜的声音也不一样了，这样编曲的不同，所以让这首歌的温度更贴近我们的心，更有一点无奈的感觉。有，不过你要去真的好宽，用啥都宽过来，很好宽。哎呦，很特别的一个题材。后宽又后糖，不过那还有宽豆，还有糖豆一件事，就是片尾曲也是你们的歌啊。哎呦喂啊！片尾曲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的。你讲一下。因为为这个明天一起去乐园专门量身打造的。哦，真的哦，量身定做的。量身定做的。是因为看完这个戏，然后有感觉。董叔其实是也谢谢制作人，他们愿意给我们机会，就是说希望我们可以为片尾也来尝试做一首歌这样子。然后风格走向可能就是比较韩系路线这样子，让大家有点期待看下一集的那种感觉。真哈，就是你看，其实我觉得你们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什么样子的音乐类型放到你们身上，其实就是成立。好，当然不只是好声音啦，好的曲。你下列首歌下 GQ 天高。差不多下没某 GQ。哎呦，差不多。不好意思说，那差不多10分钟，没有。没关系，差不多几天吧。几天啊，然后写出来之后有做很大的修正嘛，或者说有挣扎过跟制作人讨论都没有，一次就过关。那我真的要好好的考你们啊！你要做会糖吗？做对啦。真的啊？不过你们有点沙哑。没有，你有沙哑吗？有。没有哦，我觉得你的问题不在沙哑，对不对？很烦的。不然是什么问题呢？哎呀，来谈一下现场版本好不好？来，明天一起去乐园的片尾曲，很多。从下行过了条路，从下爬过了个梦，讲过解放做得记得么？两条路的尽头有马萨的爱，有好。全无黑暗，错也唔错，无法度講出嘴。記得了的所有嘅喜酒店，風都伴佢吹響，有到悲傷，有到痛，有到無知，伴佢了吧，看無以後，從愛到頂天光，伴愛起來嘅力量，了解世界。悠悠拜拜，我爱一个走得比来，两天安放个相爱去，后摆个故事就存在一个梦中去走吧，就不爱很多自由的路口。从下行过了条路，从下爬过了个梦，讲过解放做得记得么？係唔係為好多？自由嘅。如何？韩后堂好像马戏手有爱乱讲吗？真的有韩剧的感觉哦。这个曲子真的很特别，而且我觉得真的感觉出来真的是量身定做的。好，然后我倒很想要知道，就是说利用啥 T 百 VNA Hika 做片尾曲也好，然后唱主题曲也好，这样的经验对吉娜来说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其实真的很感谢，因为没有想过会有这种机会，可以去
在专辑发行之前，因为它其实我们本来只有10首歌嘛，然后刚好又遇到了这个制作单位，然后跟我们邀歌，所以写了《天光》这首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对我们来说。鼓手讲专辑底部有一个 bonus， 出了2首歌嘛，哈。那对冠子哥来讲呢，就是说第一次做专辑做音乐是很开心，而且还可以跟我们的客家的电视戏剧类有一些互动，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东方音，真的懂吗？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事情是老天爷可能就安排好了，有时候顺的走。也会有很多的惊喜，嘿，出腔引神样的呀。虽然讲 Anything I Do 吉娜冠子的专辑，但是我们一点，虽然说等了很久，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值得。特别是你看这个时候，对啊，天光又来，对，天光又来，团服以后，嘿啊，真嘅，俩团弹俩首歌曲，讲烂到，海团还有专辑里边都好听的歌曲，莫走开啊，你带回来。我们同学提讲，弟弟啊，歌唱里边度啊，我第上半年来，去年了嘛，对不对？我就一直在逼你们，对，我就讲，专辑不是年代饭嘛，都带黑嘛个时间了。你们有没有时间的压力？那个时候很有，真紧哈，因为你还有唱片公司嘛，然后跟以前我们自由的做音乐方式它某同样哈，包括你们录音，超忙有读懂吗？困难吗？哦，录音。是呢。哦。大部分是自家的自己的状况啊，可能以前没有进过录音室录音，所以进录音室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器材都很好，所以什么瑕疵都听得很清楚，会有一点就是自己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对，还有时间上的压力，对，还有加上他唔单唱两傻天天哦，还有其他团员，超嘛，还有唱片公司投注的资源也好，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哋看呀唱片的时间啊，我两首歌曲哦，我知道动力还有一首很多声声慢，上上慢哦，你看国民堂乐就是比较文学、比较古典一点的气质，就是借用那个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词牌。嘿，用我特别第一列按都给客家歌底部特别要挑这种比较传统古典一点的东西。那啥下来，那首歌哪下？曲是他，词是我。哦，为什么特别有对声声慢特别的有感觉，然后跳进来？上慢哦，还有上慢。因为其实这个歌词的内容是发想，就是最早是写18，就是那个乙未战争的时候哦，就是借由那个桐花，今年又落了桐花，然后去年的此时跟今年的此时，景物依旧，人事全非那种感觉，就是有点惆怅哦，然后借诗借物来抒情，透过音乐唱嘛。那首歌曲我知道一难哦，因为啊，我们在讲华语词的时候，就其实要入歌，其实已经有难度了。再加上如果要翻成客语，然后再加上曲，其实也是有难度，唱嘛。很难啊，好，对不对？你还有请到很大师级的人物来合作，是谁？有请黄玉祥老师帮我们弹琴，他这个专辑里面有帮我们弹2首歌，金马奖哎，金马奖。接下来公演的金曲奖要等你啊！那我们来一段声声慢好不好？好，可以吗？他的眼神已经看着我说：“这歌不要叫我唱歌哦，但是我还是会叫你唱歌。”好了 ，Just for you， 来了。从头好了哈。好。门前落花有几朵，暗暗飘来芬芳。依旧是从门后，让爱对对双双，太呀从呀从，故事呀更从。梦都含黑夜思，怕写开满一条。想来心头往哪里？转身不知跌落，叹情愁，情愁，情愁爱心上。
在重阳故事总相盼，一色头发随风落，草野秋梦，天灯发丝钩，桑桑梦，呀呀梦，如同过开的你，杨苗梦，岁岁年年转眼过，岸头风丝，尘世间阡陌。桑桑man，来香港啊，创立团主好很宽呐。这个没有，我的意思在讲，哦，我自己都觉得意犹未尽。那听不够的，一定要支持。嘿，环养泰嘎类，新专辑支持一下，给他关那个首张客语专辑。那你把它下架。嘿，应该讲第二张专辑还有一张 teaser。所以讲，来看到当多歌的啊，都是你之前的比赛得奖的歌的哈。哎呦，喊傻屁啊！其实啊，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我说也因为这些比赛，能够让更多人听到你们、看到你们，然后也因为得奖的歌曲，这样有这张专辑的骨架，那真正按来讲，你莫排斥。虽然你讲哎呦喊傻屁，不过我觉得好一上。好音乐本来做本客家堂都特别係按呢客家歌曲，好，其實還有條歌係真正得獎，譬如講新婚快樂，新婚快樂，你係寫嘛個？係寫其實乜個比賽啊？驚喜客家婚禮，大家都只有一屆啊，只有一屆，因為大家都以婚禮的元素來做一些跟婚禮的歌。我當初係因為我嘅朋友結婚嘅時間寫本記。哦，一開始我記得條首歌係寫法語，嘿，好寫法語嘛，嘿，啊，後來變成客語去比賽，然後得了第1名。哦，你看呐，第1名的專輯有第1名的歌曲，還有剛剛我們一開始說的這個把燈關上，嘿，把燈關上，嘿，2015年的潮客月，這是第1名。還有哪一個第1名來告訴我？一花戀啊，你剛剛講到童話係嗎？你喺第童話季裡面歌唱，創作歌唱比賽，第2首歌曲係第1名。哎呦，第1名，拍手！耶，3冠王。還有都在這裡面了，對不對？還有沒有？其實還有。還有哪一首？介紹一首比較新的好了，是 Q 年嘅 Q 年，嘿，原創音樂大賽聽1秒，還有現場表演的馬給。哦，終於有第2名的啦。沒有，也有沒有的。合集裡面的，哦，鼓手講兩種真係唔單槍係得名，有場是得名，它其實只是一個過程。一個肯定，對，一個肯定，然後比賽是一個過程，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看到另外一個新的開始跟誕生，超嘛哈。好，先來講一下，撒下來2017年開始嘅哈，公演兩面可以講嘅，有冇新的計劃冇？計劃今年先把這個好好的宣傳。對，要先宣傳這個專輯，是，然後可能會着手新的創作。啊，就是接下來要可能沒有客家歌，沒有華語。要幾飛合作一下哈。啊，當然咯，一直往這邊看有沒有？這個角度還可以嗎？可以，帥。不過成龍這樣專輯介紹本當到嘅鄉親朋友聽，咩希望鄉親朋友啊，介紹按優秀嘅客家詞體，本其他人聽都按好聽嘅客家歌，知嗎？有什麼機會可以跟你們面對面的接觸嗎？我們在2月12號雲林的燈會。哦，雲林燈會，哇，很棒。最近的一個活動。最近的哈，再講一下幾月幾號？2月12號。好，那其他譬如說有你們演唱會的訊息啊，我們都會在我們的臉書粉絲專頁公布我們的演出訊息。搜尋什麼呢？吉娜罐子。係啊，Triple W Facebook。也係唱片公司沒做的哈。唱片公司。也係講哈，福起來點一次讚好不好？你就會知道很多訊息，包括哲偉，包括吉娜罐子，包括很多其他好朋友的，好不好？好。後來講到點好，我們東西要提供。現在專輯出來了，2個人的感情啊，革命情感有沒有更深？來，罐子哥先，常常吵架是不是？對，哇，吵到不行。來，讓你好好的抒發一下。
卡掉，已经抒发过了。真的吗？对啊。那不过好好的，因为都发片了嘛。对啊，对啊。还是老话一句，有没有什么话跟吉娜说？有，不管好的，不管恭喜我也恭喜你。除了恭喜呢，还是恭喜吗？还是恭喜，因为接下来还有。你要逼他告白吗？哎呦，我很想，我每一次都想做这件事。那吉娜呢？就是说，这个新的挑战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哦，它不是结束。对你来说，《吉娜罐子》这张专辑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其实客家歌是我个人开始尝试创作的一个契机，所以这里面其实算是自己的心血结晶吧。然后很开心能够把它集结出来，是，然后给很多朋友听见这样子。然后又有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对，最重要的是希望这么有诚意的专辑要更多人听到。那希望下摆很短的时间 more take you。然后是在那个公布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跟演唱人的时候，好不好？周代吗？希望希望周代。我这个人开金口就一定中。真的吗？你看看罗宇，你看看那个子轩，哇，谢谢周。不过今年的那个我想竞争也很激烈，但是我觉得得奖真的是归得奖了。最重要的是这张专辑里面你们投注的心力也好，或者是很多你们想要表达的东西都好，对不对？然后希望有很多的机会看到你们现场的演出，而且现在出去应该都是大编制了，对不对？就是 full band，full band，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新专辑之后的演唱会，好不好？这个讲一遍，呢做得见到你的机会，记得哈。2月12号云林灯会，环养泰嘎擂堂，给他关的冲狗。还有一起度元宵，对不对？对。然后有相关的讯息呢，都欢迎你们锁定吉娜罐子的粉丝专页。吉娜罐子粉丝专页。分享留下来，谢谢。这个恭喜，好吗？谢谢周文哥。希望下次来我们听到更多不同的好听的歌曲。好，加油哦！好。看到有啥人啊？按善忙大标做客家音哦。出爱。只要大家支持，然后听歌，买到新专辑，这就是最好的礼物哈！新年期间，继续好音乐本热堂，我希望支持吉娜罐的新专辑哦。好，记得到福气来了的粉丝专页点个赞，我们有很多的讯息，有时候还有好康要给你，好吗？来这边莫这块公演是懂好吗？运通一下，好。莫这块待会见。